翻嚟新聞時間，內地上個月通脹冇明顯降溫，市場預期中央短期放寬調控力度嘅機會唔大。而港股終止過去6日嘅升浪，收市跌超過200點。內地通脹連續第2個月回落，9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6.1%，較8月輕微回落0.1個百分點，符合預期。但仍然係連續第4個月高於6%嘅水平。我覺得豬肉漲了，那就少吃唄，就多吃菜少吃肉唄。上個月整體食品價格上升1.3%，咁其中豬肉價格升幅高達4.4%。要話個通脹好明顯係即係回落嘅話，諗要等到年尾啊，等到呢個食品方面供應咧顯示增加咧，咁通脹咧先至有望咧回落到係5%甚至下嘅水平。通脹未有明顯回落，市場預期中央短期都唔會放寬調控力度。恒指最多跌389點，收市跌幅稍為收窄至256點，報18501點，成交622億。內銀股普遍下挫，農行一度失守3蚊，收市跌超過半成。內房股亦都有回吐，遠洋地產急跌1成，華潤置地係跌幅最大藍籌。不過全星期計，恒指仍然有794點進帳，升幅達到4%，係近1年嚟最大嘅單週升幅。無線電視記者陳曉陽報導。繼續探討溫州企業出現嘅債務危機，其中嘅原因係企業大量向民間借貸，部分係高利貸。溫州中小企促進會指，各階層都有參與高利貸。方健儀喺溫州報導。喺溫州街頭巷尾都有擔保或者典當公司。銀行收緊銀根之下，佢哋營救咗8-9成嘅企業，但係代價係承受高嘅利息。各個階層嘅人為咗收取比銀行高嘅利息，將啲錢借俾擔保公司，擔保公司再高息借俾中小企，月息可以高達15%，年息係180%，遠高於國家少於25%嘅規定。另一方面，信譽良好嘅企業向銀行借錢之後，轉個頭又借俾擔保公司，再借俾其他企業，形成溫州全民高利貸。上半年嘅民間借貸已經高達485億人民幣。我哋透過一位企業家打電話俾擔保業人士，對方話嚟自銀行嘅貸款越嚟越少。那肯定是難度比較大，現在銀行已經不放貸了。溫州市政府一直對民間借貸隻眼開隻眼閉，但係總理溫家寶最近到溫州視察之後，情況有所改變。佢提出加強監管民間借貸，提高企業不良貸款嘅容忍度，延長所得稅優惠等等。溫州企業代表最近開會，認為總理呢幾招有幫助。你貸款的利率要經過政府的批准，你要在政府法定的規定之內，我認為呢可以杜絕大部分的這種比如惡意討債這樣行為的發生。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認為，總理溫家寶提出嘅幾個方向，雖然唔可以即時解決到問題，但係起碼可以令到問題唔會惡化落去。原本以為農曆新年之前係企業倒閉嘅高峰期，而家睇嚟都可以放心過埋個年。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喺溫州報道。總理溫家寶出席廣州交易會開幕禮以及中國加入世貿10週年論壇。佢批評貿易保護主義會拖累全球經濟。由鄭思婷喺廣州報道。總理溫家寶朝早出席廣交會開幕禮，佢致辭嘅時候話：廣交會一直係中國面向世界嘅重要橋樑，又強調中國會持續實施對外開放嘅基本國策同埋互利共贏戰略，為促進全球貿易平衡發展不斷努力。佢警告貿易保護主義會影響全球經濟復甦。令人憂慮的是，受種種因素的干擾，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發展坎坷，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屢遭濫用，貿易保護主義只會拖累世界經濟復甦步伐，最終受損的是各國人民。我們從自身發展的經驗教訓中深深懂得，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唔少出口企業反映受到人民幣升值同埋原材料同人工成本上升等影響，外部市場需求仍然唔穩定。廣交會新聞發言人預計今屆嘅出口成交額唔會有大幅度增長，比起舊年嘅370億美元，可能仲會稍為回落。
另外，溫家寶亦都會見咗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日本共同社報道，溫家寶希望枝野幸男為推進兩國友好合作發揮積極作用。今次亦都係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上台之後，第一次有內閣成員同中方領導人會面。無線電視記者鄭思婷喺廣州報道。政府話為咗平衡新居屋同埋現有居屋嘅公平性，房委會亦都會研究現有居屋嘅補價安排。新居屋日後轉售補差價，只需要補翻買入單位時嘅市價差額，當係貸款歸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話：係咪要計利息同點樣計？房委會要再討論。但係現有嘅255000間未補價居屋轉售嘅時候要補翻市價差額，同將來新居屋嘅補價安排唔同。鄭宇華強調，對現有居屋業主亦都要公平，都唔會令到而家嗰啲居屋嘅業主覺得好唔公道。做咩你對新嗰班咁好啊？係啊。咁但係我哋亦都要小心啦，就係如果佢未必想我哋用貸款方法去處理佢哋嘅，因為如果佢哋係20-30年前已經買咗間樓咧，咁如果你問我借咗咁耐嘅話咧，嗰個息口可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未必呢一班業主佢諗深一層咧，可能佢係用以前嘅方法會好一啲都未定。咁但係呢個正正係我哋需要去下一步去傾嘅。新嘅居屋計劃4年會推17000個單位。鄭宇華話：現時月入2萬至3萬嘅私樓住戶大約有6萬幾戶，但唔係人人都需要買樓。而每一期推出居屋之前，房委會都會檢討入息上限。無線電視記者霍永嘉報道。喺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持續，紐約市長彭博要求示威者暫時撤走。佔領華爾街行動持續近1個月，喺紐約幾百個示威者以曼哈頓下城區呢個私人公園為根據地展開日夜抗爭。不過公園嘅業主話，示威者佔據公園構成衛生問題，要求佢哋喺當地星期5暫時撤離，以便分階段清潔。業主同時發出通知，嚴禁示威者攜帶帳幕同睡袋，又禁止喺公園嘅長凳瞓低。部分示威者批評市長彭博借清潔趕走佢哋。示威者表明唔會離開。佔領華爾街行動全美國1400幾個城市響應，有組織號召全球700幾個城市星期6聯合示威，抗議財富分配不均，包括加拿大同英國都有人支持。示威者亦都計劃佔領倫敦股票交易所。而喺亞洲，日本多個團體計劃遊行響應，並抗議政府處理災後重建同核事故，以及係消除貧富差距不力。無線電視記者劉以報道。本港都有團體響應佔領華爾街行動。響應佔領華爾街示威，網民召集佔領中環，過千人發表意見。政黨社民連話參與，下晝已經派人到中環靜坐抗議。雷曼苦主大聯盟亦都發起佔領銀行街行動。嗰個活動係和平咁嘅進展啦，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社會運動。金融業入邊咧係最擔心啦，導致到暫停交易，咁咧就會造成一個環球嘅金融市場嘅震盪咯。管理中環交易廣場嘅置地表示，必要嘅時候會增強保安，並且徵詢警方意見，確保訪客安全。港交所話密切留意，亦都有應急方案。監管機構分析，港股只有不足1成交易喺交易大堂落盤，唔擔心示威影響交易。有財經界人士認為，今次席捲美國嘅行動，主要係不滿金融海嘯之後嘅經濟後遺症。滿嘅源頭都係我諗係對於政府過去幾年冇好好實實在在去救經濟。08年金融海嘯以嚟，政府主導嘅一啲所謂救市資金，主要都係注資落一啲華爾街嘅所謂金融大行上面，負資產佢繼續都係負資產，甚至乎失業嘅繼續都係失業。業內人士認為，現階段情況嚟睇，示威未必會演變成社會騷亂。無線電視記者吳嘉文報道。新聞報道完，再見。